你行入今時今日嘅銅鑼灣時代廣場，唔知你有冇發現一個好有趣又好凄涼嘅現象？喺10幾年前，呢度係全世界租金最貴嘅金地 ，Russell Street 羅素街1尺地鋪嘅租金可以貴過紐約第5大道。倫敦新邦德街係全世界地產界嘅神話。嗰陣時你行入時代廣場，滿街都係手拎住一大包小包名牌袋嘅遊客，名店門口排隊排到要縮爆個路口，連行個過道都要同人擠。但係而家呢，你喺平日嘅下午，甚至係周末嘅黃昏行入去，雖然裏面依然人頭湧湧，冷氣吹得非常之足，好舒服，但係你有冇仔細睇下呢啲人喺度做緊乜嘢？好多人係行個圈，影張相，坐喺中庭嘅長椅度刷手機，或者純粹係過路，借個廁所，避下出面嘅暑熱。以前嗰啲一張單就買幾萬、幾十萬名錶珠寶嘅豪客，好似一夜之間消失得乾乾淨淨。呢座曾經每月幫大房東賺幾億租金嘅百億地標，竟然慢慢淪為街坊同遊客口中嘅免費冷氣房。更加令人震撼嘅係，呢種景象唔單止係大家視覺上嘅錯覺，而係真金白銀寫喺上市財報上面嘅慘烈數字。九龍倉置業最新公布嘅業績報告顯示，單單係喺過去呢一個財政年度裏面，佢哋旗下嘅投資物業重估減值竟然高達105億2800萬港元。105億啊！呢個數字代表乜嘢？代表住一晚之間，幾十座普通商業大廈嘅價值就咁喺賬面上蒸發咗，直接將九倉置業嘅業績由盈轉虧，拉到落去蝕成40幾億嘅深淵。好多人睇到呢個新聞都會問，點解會咁？昔日無往而不利，坐住收租就賺到笑嘅香港地產霸權，點解會走到今日呢個地步？時代廣場嘅命運到底係一個單一地產項目嘅衰落，定係成個香港地產霸權同舊有經濟模式嘅終極死局？今日我就同大家深度拆解一下呢個震撼全香港嘅地產風暴。要了解時代廣場今日嘅困局，我哋必須要將時間線拉返去1990年代，甚至係1980年代末期。當年嘅時代廣場原址其實係香港電車公司嘅羅素街電車廠。喺1987年，九龍倉集團決定將呢塊地位於銅鑼灣核心嘅土地重建成一個大型綜合商業項目。1994年正式落成。開幕嘅時候，時代廣場可以話係開創咗香港垂直式商場嘅先河。當時呢座商場擁有10幾層樓高嘅零售空間，上層係寫字樓，仲有香港第一個大型嘅室內垂直扶手電梯系統。中庭個大電視屏幕更係成為咗全香港人每年除夕倒數嘅標誌性地方。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之後，特別係去到2003年，香港經歷咗 SARS 嘅重創，中央政府為了振興香港經濟，推出了自由行政策。呢個政策一出，時代廣場簡直就係坐上了火箭，直飛上天。從2004年開始，一波又一波擁有超高消費能力嘅內地遊客湧入銅鑼灣。當時嘅時代廣場低層全部被世界頂級名牌佔領 ，Chanel、Gucci、Louis Vuitton、Cartier， 間間門口都要排長龍。羅素街兩旁嘅地鋪租金更加係炒到去天價。你敢想象嗎？喺2012年至2013年前後嘅高峰期，羅素街一間幾百尺嘅藥房或者珠寶店，月租可以高達600萬至700萬港元，平均一尺租金要幾千蚊。呢個數字直接打破咗紐約第5大道嘅紀錄，成為全球最貴租金嘅街區。嗰個年代可以話係香港地產霸權嘅黃金歲月，亦都係地產神話嘅最高峰。對於大房東九龍倉嚟講，時代廣場同尖沙咀嘅海港城簡直就係兩座永遠吐出金幣嘅超級印鈔機。房東根本唔需要考慮租戶嘅死活，因為只要有租戶撐唔住退租，後面就有幾十個品牌排住隊，加租3成至5成搶住要租。當時嘅香港地產商掌握咗全香港最核心嘅土地資源，透過高地價政策同高租金策略，將成個城市嘅商業活動成本推到去世界頂峰。不論你係食碗雲吞麵定係買一對鞋，你消費嘅每100蚊裏面，可能就有40蚊甚至50蚊，最後係變成了地產商嘅租金收入。但係
世事邊有永遠向上嘅神奇天梯？當一個模式走到最極端嘅時候，其實就係死局嘅開始。時代廣場嘅轉折點，表面睇好似係因為近年嘅疫情或者大環境轉變，但係只要你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呢個死局早在幾年前已經埋下咗伏筆，而家只係全面爆發咁解。第一個最致命嘅打擊係內地旅客消費模式嘅根本性改變。喺2003年到2018年呢15年間，內地遊客嚟香港嘅主要目的非常明確，就係買嘢。因為當時內地嘅關稅高，名牌差價大，加上香港有購物天堂同正貨保證嘅美譽，所以大家嚟香港係帶住空行李箱嚟爆買名牌手袋、高檔手錶、化妝品同黃金。但係去到2024年、2025年以至2026年嘅今日，呢種爆買型嘅消費模式已經徹底一去不復返。而家嘅內地年輕一代遊客，佢哋去一個城市旅遊，講求嘅係體驗感，係 City Walk， 係文青打卡，係追求高 CP 值嘅在地美食。佢哋嚟香港，可能係去西九文化區嘅 M+ 博物館睇個展覽，去中環嘅石板街或者壁畫街影張相，去 Big House 買個蛋撻，或者去深水埗感受下老香港嘅街頭風情。佢哋對去時代廣場或者海港城排隊買幾萬蚊一個嘅名牌手袋興趣大減，再加上內地海南島免稅店嘅興起，跨境電商嘅普及，以及各大名牌喺北京、上海、深圳開設嘅旗艦店，喺服務同體驗上甚至比香港更豪華、更貼心。香港喺購物上嘅價差優勢同獨家優勢已經蕩然無存。當呢班單筆消費幾萬甚至幾十萬嘅豪客消失咗，取而代之嘅係嚟香港行下睇下嘅觀光客。時代廣場嘅人流雖然睇落仲有唔少，但係人流已經完全無法轉化為銷售額。這就解釋咗點解時代廣場會出現免費冷氣房嘅奇觀。中庭同通道人山人海，大家都喺度吹冷氣、行街睇樣，但係名店裏面嘅店員卻喺度拍應，一日都開唔到幾張單。第二個重創時代廣場同香港零售業嘅原因係港人北上嘅消費大海潮。以前香港地產商可以好傲慢咁講，就算冇內地遊客，全香港700幾萬市民嘅日常消費都足夠撐起本地嘅商場。但係呢個神話喺近年被深圳同珠三角地區徹底擊碎。隨着高鐵、港珠澳大橋嘅完善，加上港車北上政策嘅推出，香港人嘅消費習慣發生咗翻天覆地嘅變化。每一個週末，數以10萬計嘅香港市民湧入深圳嘅福田、羅湖、南山，甚至係山姆超市同盒馬鮮生。香港市民去深圳消費，體驗到嘅係乜嘢？係空間闊落、裝修新穎嘅超級商場，係服務極度殷勤嘅餐廳，係香港1/3甚至1/4嘅物價。喺香港時代廣場嘅餐廳食一頓飯，兩個人可能要花700-800甚至1000港元，仲要被限時90分鐘，服務員面色仲要好一般。但係去到深圳，1000港元可以俾你享受到星級酒店級數嘅餐飲、按摩、娛樂，仲要有人對你無微不至咁服務。當香港嘅中產階層同普通市民每逢假期就把幾十億、上百億嘅消費力直接打包帶去深圳同廣東其他城市嘅時候，香港本地嘅零售同餐飲業就面臨住前所未有嘅失血。時代廣場裏面嘅中高檔餐廳、服裝品牌、影院生意自然急劇下挫。第三個亦係最核心嘅經濟死局，係香港地產霸權嘅高租金陷阱同資產重估死穴。好多人會問，既然冇人買嘢，商戶做唔住，咁地產商降租咪得咯？減租50%，甚至減租70%，吸引啲平民化、有特色嘅鋪頭入嚟，總好過空置或者變做免費冷氣房啊！這就涉及到了香港地產霸權最深層、最難解嘅一個終極矛盾。如果你以為地產商唔肯減租係因為貪心，咁你就睇得太簡單咗。喺資本市場嘅遊戲規則裏面，地產商最害怕嘅唔係少收租金，而係資產估值崩塌。喺商業地產嘅財務報表裏面，一座商業大廈或者商場嘅估值係直接同佢嘅租金收入掛鈎嘅。簡單啲講，如果時代廣場每年可以收到20億租金，按照市場普遍嘅收益率計算，這座商場喺資產負債表上面
可能就值500億或者600億。地產商拿着呢個500億或者600億嘅資產，可以去銀行做高額嘅抵押貸款，可以喺資本市場發行債券融資，去維持佢哋龐大嘅帝國運作同派息。但係如果地產商因為市場唔好，將租金大幅下調50%，咁樣會發生乜嘢事？租金收入由20億腰斬到10億。喺財務模型裏面，呢座商場嘅估值就會直接由600億跌到得返300億。300億嘅資產市值在一夜之間就咁蒸發咗。一旦資產估值大幅下挫，後果係極度可怕嘅。首先，銀行的貸款抵押率會即刻超標，銀行會要求地產商補交巨額嘅現金保證金，否則就要強制拍賣資產。其次，信用評級機構會下調公司嘅信貸評級，導致融資成本飆升。再者，股東會看到資產大幅減值，公司由盈利變為巨額虧損，股價會迎來毀滅性嘅暴跌。呢個就係九龍倉置業今次錄得105億2800萬港元投資物業重估減值嘅真正背後原因。九倉置業作為香港最大嘅商業地產業主之一，佢哋過去呢一年不得不面對現實，喺賬面上將旗下物業嘅估值大幅下調。呢個105億嘅重估減值，雖然喺會計上被稱為非現金項目，意思係公司唔係即刻掏出195億現金扔落大海，但係佢對公司財務健康同資本市場信心嘅打擊係實實在在致命性嘅。呢個減值直接導致九倉置業喺最新嘅全年業績裏面錄得高達42億5700萬港元嘅股東應佔虧損，相比反在上一年度嘅盈利，呢個落差可以話係令人觸目驚心。地產商而家就係陷入咗呢個兩難嘅死胡同。如果堅持唔減租，商戶就會相繼倒閉退租，商場會出現大量嘅空置鋪頭，最後變成了冷清清嘅免費冷氣房，租金收入一樣會大跌。但係如果大幅減租，就會觸發資產估值嘅連環大崩盤，引爆銀行債務同資本市場嘅核彈。呢個就係我喺標題所講嘅地產霸權嘅終極死局。你可以去時代廣場嘅高層睇下，以前那些高檔嘅食肆、潮流品牌店，近年有唔少已經悄悄地搬走咗，取而代之嘅有啲係短租嘅特賣場，有啲係展覽位，更有啲係長期用圍板封住，寫住精彩即將呈現。喺羅素街嘅街頭，以前一鋪難求，租金幾百萬嘅黃金地鋪，近年甚至出現過被平價特賣場、平價手機配件店短租嘅奇景。當一個曾經代表全亞洲最頂級消費嘅購物街區出現10幾蚊一件衫、20蚊一個手機殼嘅特賣場，呢種強烈嘅反差，正如同一場對香港過去30年地產模式嘅無情嘲弄。我哋再將視野拉遠少少，看看成個香港嘅地產同經濟體系。在過去嘅幾十年裏面，香港嘅經濟模式被稱為高成本、高收益嘅循環。政府靠賣地獲得巨額財政收入，地產商透過高價買地、建樓、高價租售，獲得富可敵國嘅利潤。金融機構透過地產抵押貸款，賺取源源不絕嘅利息，而普通市民同企業則被逼承擔全世界最高昂嘅居住同營商成本。喺全球化鼎盛，中國內地經濟高速增長，香港作為唯一對外窗口嘅時代，呢套模式可以勉強運作下去，因為外來的龐大資金同消費力可以 cover 得到呢個高昂嘅成本。地產霸權喺呢個過程裏面，將自己嘅利益最大化，成為咗香港經濟嘅絕對主宰。但係當全球供應鏈重組、高利率環境持續、內地消費轉型，加上香港本身嘅高成本結構無法適應新嘅競爭時，呢套高成本模式就變成了勒死香港經濟嘅鐵絲。香港嘅餐飲業、零售業、服務業今日面臨嘅最大痛點係乜嘢？係三高一低，租金高、人工高、食材與營運成本高，但係顧客嘅消費意欲低。一個小商家辛苦做生意1個月，營業額裏面有30%至40%要拿去交租給地產商，2%至3%要付給員工，再加上材料同水電，最後自己可能連人工都賺唔返，甚至要倒貼。喺呢種情況下，邊個仲敢喺香港創業？邊個仲敢開實體店？當實體經濟被高租金抽乾咗最後一滴血，商戶紛紛倒閉，
最後反噬嘅就係地產商自己。時代廣場嘅105億減值，只係呢個連環反噬效應裏面嘅一個縮影。海港城、中環嘅頂級寫字樓，甚至係各大區域嘅大型商場，都正在經歷住同一場漫長而痛苦嘅資產價值重塑過程。寫字樓市場嘅情況甚至比商場更嚴峻。近年香港甲級寫字樓嘅空置率創下了歷史新高，中環、金鐘、灣仔等核心商業區嘅寫字樓租金持續向下走。以前跨國金融機構、外資銀行爭相搶租嘅中環地標，而家都要面對租客縮減規模，搬去非核心區，甚至係退出香港市場嘅現實。商場冇人買嘢，寫字樓冇人租，地產商以前靠商業地產收租，呢個穩賺不賠嘅神話已經徹底破滅。有人可能會講，地產商賺咗咁多年錢，口袋裏面沉澱咗幾千億，減值100幾十億，對佢哋嚟講只係九牛一毛，大家唔使替地產商擔心。確實，九龍倉、新鴻基、長實呢啲超級地產巨頭，佢哋嘅資產底子非常深厚，短期內絕對唔會因為幾百億嘅減值而倒閉。但係呢個死局對全香港普通市民嘅影響，卻係深遠而冰冷嘅。第一，政府財政收入嘅枯竭。香港政府過去極度依賴賣地收入同地產相關嘅印花稅，當地產商自己都自身難保，資產重估要大幅減值嘅時候，佢哋喺土地拍賣市場上嘅出價就會變得極度保守，甚至頻頻出現流標嘅情況。賣地收入嘅暴跌，直接導致政府出現千億級數嘅財政赤字。當政府庫房空虛，公共支出、福利開支、基建投資都會受到削弱，最後承擔後果嘅依然係廣大市民。第二，就業市場嘅寒冬。零售業、餐飲業同地產建築業係香港吸納基層同中產就業嘅幾大支柱。當時代廣場呢啲大型商場嘅租戶不斷縮減規模或者倒閉，直接帶嚟嘅就係失業率嘅上升、加薪嘅停滯，甚至係無薪假同裁員潮。年輕人移唔到好工作，中產階層面臨減薪同物業貶值嘅雙重打擊。第三，香港城市定位嘅迷失。香港過去一直以購物天堂、金融中心、不夜城自居，但係當時代廣場變成了免費冷氣房，當尖沙咀、銅鑼灣嘅夜晚喺9點、10點就變得靜悄悄。當市民集體選擇喺週末離開香港去深圳消費，香港嘅城市吸引力同競爭力正在被快速削弱。那麼，這個死局到底有冇解？從經濟規律嚟睇，破局嘅唯一途徑就係徹底打破對高地價、高租金嘅病態依賴，讓香港嘅商業租金同物業估值回落到一個合理、有競爭力嘅水平。呢個過程必然係極度痛苦嘅，佢意味住地產商要繼續承受數以百億計嘅資產減值，意味住過去30年累積嘅地產泡沫要被硬生生刺破，意味住成個資本市場要經歷一段漫長嘅重組期。對於地產商嚟講，佢哋必須要放下昔日高高在上、坐收巨額租金嘅傲慢，真正去思考點樣重新賦予商場生命力。商場唔可以再只係一個堆砌名牌、靠購物、抽佣嘅地方，而必須轉型成為兼具文化、娛樂、社交、體驗嘅複合型空間。如果時代廣場依然只係靠放幾個名牌專櫃，以為可以像2008年或者2012年咁樣躺住賺錢，咁樣未來嘅減值金額恐怕仲會繼續擴大。對於普通香港人嚟講，時代廣場嘅落幕同這105億嘅蒸發，其實亦係一個時代結束嘅警鐘。嗰個靠買樓就可保值增值，靠地產就能帶動全城發財嘅地產狂歡時代，已經正式畫上咗句號。未來嘅香港必須要尋找到地產之外嘅新經濟支柱，不論係科技創新、文化創意，定係更深層次嘅高增值服務業，否則只會喺高成本同低效率嘅泥沼裏面越陷越深。當你下次再行過銅鑼灣，看到時代廣場嗰個巨大嘅電視屏幕，看到中庭裏面坐滿吹冷氣嘅市民，不妨停低腳步諗一下，呢座宏偉嘅建築見證咗香港經濟最輝煌嘅黃金年代，亦都親歷咗地產霸權由頂峰走向死局嘅全過程。105億嘅蒸發
唔單止係財報上面嘅一個數字，佢係一個舊時代撕裂嘅聲音，亦係香港商業社會必須面對、無法逃避嘅一次終極洗牌。